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7月12号，礼拜一，也是我们能够宣布是否可以解封的时间。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来透过这个时间，也安静等候上帝的作为。或许有许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去明白，或是完全的了解，但是我们相信上帝都有美好的安排。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27节到39节。使徒行传21章27节到39节。如果我们有圣经，请我们一起翻开来读。那如果没有，请听牧师这边来把这段的经文来念一次。使徒行传21章27到39节。那7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2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到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就只得把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们如果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在我们之前讲过的，保罗在遇到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劝阻他、拦阻他不要回去。但是保罗仍然坚定的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跟安排，特别他期待能够以他是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能够在这个罗马皇帝的面前来向罗马皇帝来传讲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讯息。然而事情却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样的美好。当保罗带着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外邦的基督徒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整个城里面就对保罗有了敌意。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对保罗有这样的敌意，甚至希望要杀掉这个保罗。然而群众虽然失控，保罗却仍然是冷静的。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虽然这些的人他们想要去杀掉他，虽然他们想要去打他，但是上帝也透过一些的方式来保护保罗，包括差派了这个千夫长来帮助保罗，把保罗抢去，以至于保罗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被逼迫的情况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冷静跟安静的在上帝面前，他相信上帝的保护跟保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外在的压力很大，也许有许多的人误解你，也许有许多的人会给你带来有一些的迫害或是伤害。然而这些的迫害必不临到我们，这些的灾害必不挨近我们，因为上帝必然维起他的保护。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有时候透过别的方式，上帝有时候透过一些的方法来保护我们。包括在这里我们看到千夫长来
救了保罗，让他不受到这些的暴民的伤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必然保护跟保守他的儿女，必然保护保守他的子民。愿上帝帮助我们平安。